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什么新闻重点。苏花公路的新二磅坑曾发生连环车祸，造成1个人死亡。沙车车的驾驶和警方以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台商彭雄连续洪阿宝涉嫌为中国国安单位伫台湾发展组织，佮提供西藏独立的证据，警方以违反国安法起诉，当发生连环的车祸，造成1个人死亡，11人受伤。沙车车的驾驶和警方以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这个路段一个入彭坑进前，各出彭坑了后，路拢是弯弯弯弯，嘛捌伫2021年、2016年发生严重的车祸。地方嘛呼吁讲，望苏花安乐会当赶紧完工。沙石车甲地边轿车互警方扣押，但检察官勘查。苏花公路大桥顶线新二磅坑一时发生沙石车连环烧弄，致死1死11伤。工程人员无用清理修复，二时暗时顺利恢复通车。真侪伤者当中，还有一个细地重机技师，医院带院观察。现场的死者检方会伫自我受险，会发生这重大事故。肇事的细酒的驾驶讲是因为精神不好误神，才冲撞后前车，互警方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到乡新澳隧道北上发生多部车辆追撞交通事故，详细肇事原因等待警方后续厘清。这是苏花公路东湖港南部第一摆发生重大死伤事故，自2011年就因为游览车弄山壁，6人死亡。2016年共款伫新二磅坑上方一个小客车驾驶酒后驶车，伫弯道车速伤过紧，并且弄山壁，4个人死亡。地方认为这路段正弯巧，尤其新二磅坑短1公里，算附大弯道，才会发生事故的主因之一。呼吁苏花安赶紧完工。因为那边很直嘛，会不会误以为是说那边可以加速？所以这一段我们还是觉得说啊，那个苏花安赶快做一做啊。综合规划案已经送到部里面开审核，那环评的部分也送到部里面在审核。这事故也互苏花安什么时阵因完工引起关心。苏花界工程处讲，综合规划已经送交通部审核，年底送环境部审查，那顺利2076年就应动工，2032年就应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商彭雄连续洪阿宝涉嫌为中国的国安单位伫台湾发展组织，佮找文化部的蒙藏文化中心的员工提供予中国西藏独立的证据，检方是以违反国安法定罪起诉。详细欣赏者为蒙藏文化中心科员陈德门破监，捌代表文化部出席活动，即马被发现真侪年前涉嫌接受招待去中国海南旅游，熟悉对话官员了后，搁替中国探寻众多证据。涉嫌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刺探、收集公务秘密，侦查后依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起诉方姓被告等5人。会甲中国官员牵上线，靠台商彭雄染叫洪某牵线。先前作为海南省大组企业协会营副会长，涉嫌替中国伫台湾发展组织，前后吸收定性业者帮派成员，搁找人想要打击辩论会核心。想要提到独派真相的动向，检方以违反国安法起诉蒙藏中心科员台商洪某等人。陈德门报案遭到起诉，蒙藏中心上级文化部马上表示会依上电解办理停职定书，不过国内强调案件是一直传出来。线路空军退伍上校吸收真侪名现役校级的军官，涉嫌为中国刺探军情，互检方照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定罪提起公诉。今麦法院一审判决，分别被判刑2年到10年6个月刑期。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仔日欢迎的审查国防部的预算，针对完成畅水南初期的计划，国防部是编39亿元的预算。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吴淑怀、廖婉如提案要冻结3亿。马文君阁讲哦，畅水南是铁棺茶，外界认为伊是打击国军的士气。也毋过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讲，立委就是爱监督政府，国防部的责任就是接受答询。国军加紧脚步打造投资者构造舰南海巡河，国防部针对完成南升级优化作业编列39亿元预算。也毋过，家伫舰南设备风波的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甲共党立委吴淑怀、廖婉如提案冻结3亿。马文君直接点名舰南是铁棺茶，互批评打击国军士气。预算审查有期。会发生调野攻防，国防部表示，用不雅的称号来讲国军装备有负面的影响。部长邱国正25出面做公亲，表示爱和平处理代志。委员，我没有偏袒哪一个委员，他的责任受全国人民之付托来监督政府，尤其国防招委的话，第二是委员一定监督国防部，这是他的责任，也是好意啊。国防部的责任就我要做一个。你的执行，我要做一个答询。另外，国防部发布正式攻击19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北部、东南甲西南空隙6架次，江南6架次伫台海西区域活动，中共加强扰台力度，方解套是转移内部的不安。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方面其职位，也毋过中国无公布接近精选，罕见出现出溃，今时牵动台海局势，真受到关注。我现在有很多这个纷争，事实上我们有这个人质的获得啊，也在研判，但现在不做表达。那海军陆战队逼出官兵射向投备气舰飞弹发射筒，国军管制军品的螺丝灵器，要安怎来防止外流？不过，讲国军内部管理有欠棒，尤其是干部管理会随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5点外，台中的平顶野区在进行战车的操演，有一台战车经过台中的西屯，汹涌漏油，车路拢是油哦。军方人员随着来进行交通管制，嘛赶紧来摒扫。因为我们战车从营区出来有征询，然后就是可能在发过程中有稍微一点漏油啊。对啊，我们就这样过来清理。哦，车子已经移走了。移走了。陆军第10军团的指挥部表示，讲增加586旅，透早一台 M6660A3的战车经过台中的都会园路，车长发现车怪怪，落车检查哦，就发现讲油管破去，车路防滴着未少油，嘛随通知警方来进行交通管制，军方嘛派人把车拖走，派人来摒扫，嘛强调讲会来加强车辆的检查甲维修。再来看今年3月，咱国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的一个姓王的组长跳楼死亡，家属对办事处的处长提告，台北地检署第23嘛要求这个处长到案说明。信后认为讲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所以以10万块交保哦。有议员今仔就批评外交部拢无对外解释，要求外交部爱伫24点钟内公开说明。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处长王志华3月坠楼身亡，家属质疑是因无单纯，疑似甲职场顶司处长彭公中有关系。4月到北检提告，台北地检署23传唤回国彭公中到案说明。检察官信后认为，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有令10万交保。我行我素，什么事情就是拿勿枉勿纵，一直到现在，你驻圣保罗的处长疑涉贪。交保了，我们就偷偷摸摸的，也不要说明。我要求外交部，你今天24小时内说明，并给家属交代。台北市员应晓培提出家属的公开会，要求外交部爱明确说明。王志华回送今年4月时阵才讲，先生生前才讲无愿意凊彩核销将近40万美金，反而被结员报复。搁互家属生气的是彭公中，目前依然在职。律师也质疑外交部派遣调查团去巴西，是不是有经过检调动机呢？以及这次调查主要的目的，到底是在协助检方的调查，还是增加这个调查的难度？那这个就是家属们想要转达的意思。面对家属诉求，外交部一直到中昼这个进程暂时无对外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红白讲有婚外缘，昨伫民测嘛宣布退选。本地早起伊要伫立法院说明，也毋过最后并无出面。顶一届的选举，民进党高雄立委提名8人拢选掉，也毋过即届伫赵天麟退选哦。高雄市第6选区的立委即是刚个提名新的参选人呢。民进党内有高层是讲哦，第6选区的人选，民进党一定会去登记。高雄市长陈其迈嘛表示讲，伊尊重赵天麟退选的决定，会来重视地方经营真久、少年辈的政治人物。原定现身说明的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时间一延再延，最后无出现。伊博取婚外情了后退选，嘛，互民进党高雄立委的选情搁再增加变化。原本民进党立委80要全垒打。老世峰以健康的问题退选，换港选区的议员李博义，选情无到3个月，第6选区又搁来一届。我们深耕的我们年轻世代的这个政治人物那我们也会跟中央党部来做讨论，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市长陈其迈讲尊重伊的决定，会甲中央党部来讨论，找少年辈来做评估。天麟委员有难，我勇于承担，义无反顾。尊重党的决定，我也会尊重永联会内部的建议。然后不管哪一个位置，我们都准备好了。看党中央的安排，然后我们作为党员，一定都是会一起努力。高雄市选委会表示，只要9月13号进前，设置伫高雄待满4个月，拢会当参选立委。新生代共党的议员，亲像是黄文义、郭建明、黄哲拢互点名，但脚客简焕忠，还有资深议员李乔如表态无爱选。北淡林国议员的关公局长高敏玲，还有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嘛互点名。地方嘛希望中央赶紧来少年选。不管是协调也好，征召也好，那尽快的让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可以进入一个备战的状态。赵天麟虽然退选了，但是他涉及到有没有违反国安法，有没有泄密之前，我想相关单位都必须要启动调查。既然爱中央赶紧决定把这些收掉的，国民党就是爱相关单位来追查赵天麟有不法。伊就算是退选，所造成的政治效益也是非常的大。记者王柳婷、明昭权、柯正顺、曾志成高雄台北报道。台湾高龄化甲少子化问题严重哦，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地早起开记者会，伊主张讲高龄是资产，应该发展长退休经济。目前拿白合的谈判嘛是阁无进展，国民党的侯友宜嘛话话讲哦，会当考虑全民调甲民主初选一半一半，来选成上强的候选人。也毋过郭文地是回应讲，批算啉一罐，还是讲啉半罐，拢会死。台湾面临高龄化甲少子化的问题，人口结构反转。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地早起召开记者会，主张高龄是资产，要将金发海中变作长寿经济，为台湾注入总能量，而不是将高龄看作负债。55岁以上人口了占总人口1/3，有700多万人。台湾1/3的财物在他们手中，可是他们又不敢用。如果你把它当作资产，他有钱呢，有体力啊。如果他再回去工作，他变成社会很大的资产。为什么？工作就有所得税啊，有薪水啊。2024总统大选拿白合谈判陷入死局，国民党侯友宜发声，毋望会当采取中和办法，像民众党希望的全民调占一半，国民党的民主初选一半，选成上强的候选人。一罐砒霜喝下去会死，那时候那喝半罐就可以，还是死掉。你要设73个投票开手，他投开票的时候还要设在国民党的民众服务处。我天哪嘛，这个还没投都知道结果。国民党一路就是要把赖清德拉下来，要政党轮替。那谁不愿意合作？其实大家可以看，国民党不断在堆叠3亿。不断想要促成蓝白合。外口放下国民党内有同归于尽的算盘，甘愿和民进党热情的胜选，也无愿意取代民众党。对此，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补贴，表示会做上好的准备，上歹打算，尽一切力量促成合作，无到最后无轻言放弃。那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大清德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早起是无公开行程。记者综合报道。
立陶宛的国会议长史密利特带团来台湾访问4天，今仔出席台北金融科技论坛。访问团进前嘛去工研院6甲园区来参观台湾甲立陶宛做伙成立的超紧雷射研发创新中心哦。史密利特是表示讲，两国分享同款的民主价值观，所以伫科技方面合作是有袂歹的成果，嘛希望讲会当深化其他方面的合作。前一天到工研院台南的6甲园区去参访台湾立陶宛做伙成立的超紧雷射研发创新中心，和立陶宛的国会议长史密利特是印象真深。如果伊参加台北金融科技论坛致辞的时阵，嘛搁一摆提起。My colleagues and I have been impressed by the dynamism, vitality, and technological prowess of Taiwan. Already a leader in lasers and having started a promising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very recently. 史密利特讲，台湾和立陶宛共享民主价值观，会当互相信任，所以伫科技领域互相合作，更较会当发展，弄出无同的创意。嘛，希望讲台立之间会当伫更较侪领域深化合作。立陶宛在创新跟金融科技发展是最好的，金融业者也需要。科技业者更多创新跟科技的理念，所以我们也松绑了很多法规，也让科技业者跟金融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是对监理官的立场提出讲，科技和金融业应该爱建立信任的伙伴关系，达成创新和永续。这摆论坛内面是邀请对6个国家18个国内外产官学专家来演讲和座谈，要透过趋势分享和经验的交流，替台湾的金融业和新创抗入去更较侪能量。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颁布的交通安全基本法，今仔日立法院开始审查，也毋过时代力量党团是批评讲，这个草案无啥内容。交通部指出讲，基本法是一个大的架构，其他的法条未来会讲搁来补充。另外，针对进前国道客运业者提出要起价的方案，交通部是表示讲，应该爱心来提升服务的品质，政府会继续来补助业者。10月2日，国道3号发生游览车超速出代志，造成4人死亡。同款伫这个月17，国道1号五乡高架路段是发生国道客运火烧车的意外，虽然警员紧急逃生无伤亡，也毋过立法急急，大车安全互民众无放心。最近国道客运业者煞提报，希望运价起，那联动票价煞无相对安全，互人无法度接受。国道客运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运量也减少，它的服务品质是需要提升的。现在票价号称要调整3成，你到底你的态度是如何？我是倾向于这个由政府来吸收，目前初步是这样。但是是不是三成这个要经过这个他们审议委员的这个审议啊？交通安全课题最近真受关注，尤其行政安全刊物恶名出现伫国际媒体。行政院拟出的《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草案，早起摆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议，在野机关执行草案，敢是形式而已。尤其关系交通安全意识的教育民，根本都无予列出。教育的部分，他们要做什么？是不是都会在法里面把它写清楚？这个教材哈，或是各版本的教科书的更改，他们就要提出。好，那车祸的原因，也就是车流的冲突点，我们的交通改革必须整个打掉重练。交通安全基本法是学日本作为统筹交通安全的大架构。其中也将目前由交通部组织的道安汇报交到行政院专业，和跨部会统筹会当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学拍算要向教育部申请设国际正经学院，也毋过顶礼拜来校务会议有代表烦恼讲，会去影响到目前学校的资源哦。最后投票结果，这个国际正经学院的计划就先暂停。教育部长潘文忠今仔是表示讲，依照创新条例设立学院，未去影响到占用到学校目前任何的资源。47间国立大学校长坐规排等待点名就台备询，立法院教文会审查113年度教育部甲所属单位的预算。国立大学无包括附属病院，大概预算仍然是占上济，有202亿6000多万。我们特别加强了国际化这一块，还有在对弱势团的照顾。
台大为了扩大照顾弱势学生，提升国际化程度，要甲教育部申请设国际正经学院。不过伫校务会议的时，因为校务代表竟会抢到现有的学院资源，投票甲按下，等待以后才讨论。教育部长潘文忠讲，依照创新条例所设的学院，未去占用到任何资源。鼓励各大学能够衡量包含能够募集社会的相关的资源，那么来搭配国发会的国发基金，不会去动用到任何的教育跟学校的这样的资金。创新条例预算未去动用到任何教育甲学校的资金，那学校要促进国际学生来台留伫台湾，每年的国教预算内底毛编7.4亿。不过有传出讲，香港官方禁止咱的大学以国立的名称去招生，潘文忠是直接表明未当接受。我们还要维持我们一定的国格哈。那如果有地方或有一些区域国家能够会用那种矮化我国的这种名称，我想这部分我们是不能接受。潘文忠嘛提醒学校去海外招生收国际学生，拢爱维持国格。目前经过教育部甲陆委会评估，原本按算有50间学校会参加，即马是抬到剩39间。记者综合报道。国民法官法今年实施，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目前有50多个案件拢有国民法官的参与哦，也毋过嘛发现未少问题，所以呼吁讲，国民法官的制度爱哪做哪改善。今年正月开始施行的国民法官法，让国民拢有机会通参与审判。到今过来，大约有50多个司法案件有国民法官参与。民间团体认为，这通互职业法官了解民众的想法，也通互大众知影司法运作的状况，但是也有所在需要改善。在我们一般案件如果稍微复杂一点，有时候还准备程序不会一次，有很多次。然后会一段时间，那审理庭有时候也不会这么集中。可是有国民法官以后判谁没有了，你就是在可能压缩成1-2个月的时间，你要所有要证据调查，所以证据提出。目前规定，本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且有发生死亡的案件，国民法官只通参与审判。民间团体讲，因为这款案件的被告大部分拢认罪，律师通辩护的空间就较矮，所以真好找愿意承办的律师。找到律师了后，因为时间压缩，律师阁是面对长时间投入调查的检察官，少年煞影响辩护的强度。呼吁司法院在辩护人制度的部分，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协助辩护人。至少第一个，你相关的教育训练能不能协助律师公会办理？比如说每个相关案件的一些训练的资料，也一样提供给律师公会或者是法律辅助基金会。民间团体认为，要增加律师的教育训练资源，提高律师接手这个案件的意愿。针对国民法官的挑选，民间团体也希望会当避免性别不平均的状况。在参与审判进前，也要说明相关人权公约、反歧视公约等等，让国民法官有充足的了解。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报道。国内好野甲产的茶具最近是创下10档来的新高。朱家长朱德明就表示讲，政府的责任是真大，所以准备要用社会福利、所得重新分配等方法来改善。财政部长曾翠云嘛表示讲，未来望讲所得税爱做到量能课税的原则，让中价所得者减轻税的负担，高所得的人纳较侪税。110年国内受雇人员报酬 GDP 的比重是43.03%，国内产值和好业的差距是创10年以来的新高。不过，中小企业替员工加薪水会当抵税的条款，特别在明年5月19结束啊。立委认为讲，目前一年申请的敢若1000多件，敦促经济部和财政部除了延长施行时间，嘛要想对策来改进。制度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能够一并纳入检讨？来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来适用这一条。针对这个怎么简化程序，怎么扩大适用，对，怎么提高中小企业的意愿嘛？林德宏问到讲，国内人民认为家己产值的感觉是愈来愈大，要安怎改善？主计总处主计长朱铁明讲，造成产值感，政府的责任上大，需要各项财政租税措施去改善所得的分配和增进社福措施。薪资调整追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准，会不会在未来变成一个常态？会不会？所以我们就要改善我们的一个重分配的对，所以说社会福利措施。
APEC 财长会议就要伫个11月举行，财政部长庄翠芬讲，行政院已经核定要互伊来带团参加。美国的财长耶伦主持，请问你有没有机会跟他1对1的会议？有没有？因为他是主持人，我想我们会尽量去跟他接洽，然后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面对面的谈。庄翠芬讲会尽量去争取和美国财长耶伦互动的机会，虽然讲无法度讲伤侪详细的部分，但是期待台美做出协定，会当伫明年6月进前来达成。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领劳保年金的人数比纳保费的人更较侪，劳保上紧恐惊会伫2028年破产。劳动部长柯明春今仔是强调讲，劳保是政府办的保险，有政府就袂倒，会继续来提供补助。另外，针对外界关心的年金改革的进度，柯明春嘛表示讲，会继续来听各界的意见，等若有共识，才会来进行。各界关心劳保年金当时会启动改革。根据劳保局最新的精算报告指出，讲劳保若无启动改革，暗算2028年会破产。劳动部长柯明春25到立法院是针对劳工退休金的制度改革做专案报告，特别强调讲明年会加拨补劳保基金1200亿，所完全无讲到改革的方案，引起朝野立委是哭哭在问。改革方案在哪里？还是每一年都只是拨补？今年因为拿安尼来看，等于每年拢爱拨补。议题较复杂，牵涉层面广啦，吼。好，所以较无要容易，但是咱至少，若讲有共识的部分，咱先做，等于按他讲的补补啦，吼。南委这边讲，民进党政府执政7冬外，所以一直无去讲劳保改革，用继续沟通的理由就踢过去。立委是建议讲，政府拨补劳保基金爱法制化。这个拨补，我们适不适合？应该让它给法制化，有政府就不会倒，哈。这个是政府办的保险哦，套用我们苏前院长的话，有建户就袂倒啦，哈，有建户就袂倒啦，因为这是建户办的啦。保险嘛，哈。不过，劳工团体批评讲，劳工退休保障无够，劳动部干那会晓叫劳工家己自提劳退，加欠钱、加投资，家己求保庇尔吗？更低一点的3万以下，可能都5%以下。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只是这种叫大家自己自提多一点，然后多存一点钱的话，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劳动部应该有的态度。因为包括调整劳保费率、改变给付条件等等，都是和劳保稳续经营的项目。柯明春强调讲，这个项目的沟通无简单，会继续沟通，问大家的意见。嘛强调讲，政府拨补是真重要的面向。政府已经连续4冬拢有拨补劳保年金。记者综合报道。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今年企业平均1个月提供19万元的中高龄买当来应征的头路，是4冬前的2倍外哦。也毋过嘛发现讲有意愿甲实际聘用，那纯是2回事。真车笑容，个真爱学新的事物。伊是59岁王玉华，原本伫入系雷莎品牌做主管，不过因为公司组织调整，选择优退，休困一段时间了后，决定重回职场。想要到头上摆的努力拢无恢复，一直到今年3月才成功进入日本连锁杂货品牌，担任门市服务人员。把自己的那个想法归零之后，我告诉我自己，我还是要找一个我感兴趣而且我喜欢的品牌，我要去从事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工作。台湾要伫202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在大欠人困境之下，有愈来愈多企业欢迎中高龄。人力银行调查就发现，2023年企业人才平均每个月有19万4千个工作欢迎中高龄，是4年前的2.66倍。不过调查也发现，企业请中高龄的意愿度虽然高7.4分，属于中度偏悬，不过有意愿也是真正要请人。他觉得中高龄是倚老卖老，然后不够创新。第二个就是学习力不好，体力不好，这些企业会觉得，这些中高龄会不会对数位科技还有3C 的科技是不太能够跟得上的。另外，虽然有85%中高龄依然有工作需求，不过调查发现，因重回职场有3大忧虑，包含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比率高达53.1%。过来是惊对袂到新技术，或者是工具甲学的速度变慢。人力银行表示，面临特别高费的超高龄社会，企业头家爱改变想法，正迎迎欠工调到少子化的相庭压力。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今日发表2024年青年政策白皮书，内容包括要继续来推动18岁公民权、基础正义加解释青年革新。协会嘛邀请总统的参选人出席11月15日青年论坛，来说明政见。大选青年不缺席，政策议题我关心，政策议题我关心。离总统大选投票日已经无够3个月，各党派参选人又提出青年政见。长期关注青年议题的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发布2024青年政策白皮书，内容包括15项议题，其中针对推动18岁公民权的部分，协会呼吁各党派参选人爱甲立场和政见讲好明。各党跟各候选人都应该要说清楚，到底我们要推动18岁公民权，是透过像是修选罢法，还是我们应该要持续来推动修宪？那如果要修宪，那我们也应该要提出不同的修宪主张。除了关注青年参与政治的权利，少年家是国家发展的希望，基础政治都是上根本的问题。RS 都市改革组织指出，这少年家拄出社会，多数拢着税厝，厝税搁一年一年起，嘛大大影响人生的规划。要求参选人爱针对税厝乌市的问题，提出政见来解决税厝补贴看得到、影袂到的情形。目前台湾空屋过多造成的租屋供需失衡。那以及租屋黑市造成政府长期无法掌握租屋资讯，乃至于补贴看得到吃不到，对青年而言都是非常急需解决的问题。含税厝同款要紧的，也有青年革新的问题。台湾劳工电线要求立法院伫最后这个会期来赶紧三读通过。另外，这届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打算伫11月15日举办总统大选青年论坛，伊嘛邀请各党派参选人出席，甲青年议题立场讲好清楚。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免除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职务，是外交部长的真功落台了后，最近3个月来，中国第2个互免职的部长。已经2个月无消息的国防部长李尚福，经过中国官方正式宣布甲免职，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日时开会决议的，임纳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互免职，中国国家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嘛，赶快互提掉。当前，冷战思维卷土重来，极大地推高了亚太地区阵营对抗的安全风险。今年65岁李尚福封长的任期仅7个月，伊互免职的原因，甲当是无人知。之前传出伊涉贪，8月29了后是无公开出来。伊目前阁有中国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按算会对年底召开的中国20届3中全会内面去甲免职。迄讲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嘛，做伙免除前外交部长真功的国务委员的职务。真功6月25了后就拢无出来。7月2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免除外长的职务。改予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来接，但嘛是国务委员。在中国主权安全上搞动作，我们绝不退让。在台湾问题上玩而活者，必自焚。上来接国防部长路透社2礼拜前就公布过的知影消息的人士讲，长期做参谋首长的刘振立是上侪人讲的。香港明报后壁嘛讲，中国军队的高层当地经过大洗牌，为了求稳定，无拜对互中国总书记习近平的亲信，拜第2个中国军委副主席胡伟当来接国防部长。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世界经济论坛，连续14党甲冰岛评作是全球性别平等程度上悬的国家哦。也毋过，冰岛的查某人嘛是有薪水比查甫人较少的现象。昨都有几十万的冰岛的查某人响应女性休困日，这嘛是伫冰岛史上第2届的女性罢工日，向前后任的查某总理拢做伙罢工。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甲非职员性别人士，日是伫首都尼克亚维克响应贸易工会发起的女性休假日，不论薪水阶级、职工甲家庭主妇，拢行上街路，希望借罢工唤起社会注意，来降低性别造成的薪水不公平，甲冰岛女性长期遭受暴力威胁的传统恶习。冰岛总理佮带头参加。Já, ég lagði niður formlegur störf þó maður sé svo sem alltaf á vaktinni, eðlilega, en Ég gerir það til að sýna samstöðu og það alveg magnað að sjá samstöðuna hér. 这场罢工是冰岛1975年以来规模上大女性走路运动。48年前同一天，将近90成女性放下工作行上街路抗议这场歧视。今年冰岛国会通过保障性别平权的法案，正做女权运动的一大成就。
我做过部会首长的现任冰岛议员指出，这场活动承续以前人努力，强调平等、自由甲正义不应该有性别的差异。This is a message here from Iceland. We have to stand together, be united. Women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men all over the world. All gender all over the world. We need to unite more than differ. 主办单位预估40万人参加罢工，影响市府学校医疗体系甲服务业的运作。59间急照中心甲幼儿园停办停课，店头打出暂停营业的标示，表达对活动的声援。根据冰岛官方统计数据，2021年男女薪水差距均数是10.2%。冰岛虽然是连续14年得到世界经济论坛评选是全球性别平权程度上悬的国家，不过倡议人士指出，冰岛女性遭受暴力威胁的事件并无安尼消息。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过来消息来看，桃园市公车的司机是真欠，有议员就建议讲哦，未来应该加买一寡商战的巴士来解决找无驾驶的问题。不过交通局是指出讲，目前的法规，商战的巴士是未当用来做通勤的运输，嘛已经向交通部的公路局来反映，望讲哦，各道通勤的法规会当先来放领。上下班通勤时间，公车站人排真长，桃市公车客运司机756名，也欠259名。有缘有一个公车客运路线帮助减少，影响民众单车。有议员建议，被价底盘商站巴士增加客运量，改善欠驾驶的问题。上下班时间车就是人很多在等，然后那车子的位置又不太够，所以常常会导致我们要等下一班。双层巴士呢，它的运量可以增加大概40%，我们没有办法短暂时间去提升驾驶人数，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运量啊。议员表示，即卖情况，全台业者是有钱也请袂到司机。按照交通部规定，车龄12年的公车需要强制汰换采购，建议参考纽约、英国、香港使用商站巴士载客模式，改做买价底盘商站巴士，增加运量也方便新众者来坐。目前本市公车班次运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80%以上水准，希望可以以双层巴士载客，提供单趟次的一个载客人数来扩大供给。交通局回应，目前即马交通法规并无允准商站巴士使用通勤运输，只用伫观光载客。也毋过政治，市府要求新竹区监理所甲客运业者共同向交通部公路局反映，希望中央优先放领角度开放商站巴士载客，疏解尖峰时段往台北通学通勤的大量人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区有一寡路口出现车红灯无连贯的问题，有民众反映讲，就因为车红灯无连贯，塞车原本10分钟的路途，煞要20分钟才驶会到。交通局是表示讲，因会来检讨，卖来调整。而且徛伫道路口有红灯嘛有青灯，骑车的人是哪骑哪停。这是伫高雄东进路甲富林路口，这种车红灯无连贯状况，有网友嘛发现伫五福路要转东进路到五地厝遮嘛有。原本干那爱10分钟的时间，因为车红灯无连贯，煞驶20分钟。记者实际来到街路看，民众看法无同，有人认为是真困扰，嘛有人认为安全上重要。中正路都做好塔了嘛，因为上下班时间嘛。那你这边来，你要来个这个洞，去到个洞，才个变一大做阻塞啊！安全较重要啊，对不对？你也是讲人行道，绿灯你就行，红灯你就等啊，安尼就对啊。网友讨论高雄有真侪路口拢有车红灯无连贯问题，交通局回应讲，高雄号志设计是连锁设计，因会照路口大小设置表数，控制4个到6个路口为一个周期，大约是120到180秒之间，民众车顶会当驶800到1200公尺。不过因为有一寡路段有行人专用的号志，才会互民众有这款感觉。重新检视这些次要干道上的一些时比比如说可能在周期120秒的这种设计上，那可能时比可能就50对50，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路网整个区域里面。目前高雄市交通号志大约有5700个，有车红灯路口嘛继续咧增加。交通局表示会检讨号志设计甲控制问题，且民众若是拄到号志无连贯的问题，会当向1999也是交通局来汇报。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
台南市教育局推出一个补课新旧阅读的平台，要鼓励学生加看一寡册哦。也毋过，却发现讲注音有真侪错误。教育局是指出讲，其实本地是无提供注音，是使用一种软体哦，伊就会自动标示注音，才会产生遮尔侪错误。未来请人一字一字来检查。像这个就是星球人粮，它就变成二声了，就对了。各台南市教育局推广的补课新旧阅读平台拍互开，原本要互国小1、2年使用的注音，却出现真侪儿童错误的状况。把帽子还给我，把帽子还给我。局长啊，这样呢唔对，他连这人咧凊彩找着，甲咱找一堆这种拼音错的。多人议员拢伫艺术厅质疑，教育局推广的阅读平台，竟然伫注音的部分，互人抓到真侪错误。针对这件代志，教育局解说，补课新旧顶悬的题目原底是无注音，不过为了服务1、2年的学生，才使用软体甲注音写起嚟。有一寡字是共字无共音，系统才会顶打起，来个进一步改善，无淨係甲注音的功能性落架。有缺失的情况之下，有瑕疵的情况之下，我们即使就先暂时下架，然后由我们的团队呢做幕后呢，再去做这一个校正之后，整个正确无误再整个上传。有学校讲，基本上拢是高年级的学生带年会较细囡仔学习。不过台南市政府提供的补课新旧，过去伫疫情期间真受欢迎，这摆所出现注音错误，就连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强调，这种错误无应该发生。在课堂上这边操作的时候，他如果遇到注音符号有问题的时候，他确实是会来问。那我们当然做老师就是一定会帮孩子做解答。老师指派给小朋友的回家功课，是不是小朋友完成之后，隔天到学校，老师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把这些不可星球的东西再重新练习一遍。有真侪学生想要伫这个平台借册，不过却出现借袂到的状况。市府强调会增加实体册，若注音的功能会先落架，但系统改善了后才去提供，避免学生学到错误的内容。记者文正庆台南报道。疫情解除封锁了，华人除了有国际包机，即嘛要推动邮轮的观光，像外国的邮轮嘛来华人港停靠哦。今仔就有一只来自澳洲的邮轮停伫华人港，嘛有予游客去华人观光佚佗。宣布保险加好一套早是慢慢驶入去华人港，港公司安排原住民传统舞来欢迎。来看这只邮轮，才5516栋，旅客拢是高端的消费群。各一面至少爱代表17000，船顶拢有只送船，会当带旅客去小岛佚佗。这一艘因为是非常高端的邮轮呢，它的旅客人数只有75位。那他们预计呢，花1天的时间呢，主要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进行旅游的行程。港公司强调讲，这是112年3月复航了后第6只到华人港的国际邮轮，目前已经有11705个人入境，而到还有一只挪威的保照号要入港，暗算传2200个旅客来。华人管府嘛在拓展国际包机。我们从今年4月28号越南到花莲的第一架国际直航包机之后，分别在7月6号、7月28号以及10月21号，又迎来了3架从泰国到花莲的国际直航包机，都是班班满座。根据县政府的资料，今年的国际包机差不多有600人次，明年会继续争取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这国际包机的业务。港公司是强调讲，明年会有11架国际邮轮到华人港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惠林保中乡公所伫3冬前，甲农场合作，甲嘉港村的菜叶啊摕来饲鱼啊，嘛伫温那边啊起一个鱼菜共生的温室，以循环经济、生态永续的观念来设计哦。这嘛是咱国内目前规模上大的苗菜的鱼菜共生区，做回来看卖。江南将嘉港后村的大量叶菜，放入鱼温池饲鱼，马上会当起因大批草鱼抢食。搁将鱼温的固水抽入鱼温提暗空间所打造的鱼菜共生温室，就于公司的水耕种菜系统生产蔬菜，会当达到稳定的经济效益。菜水、肥水游起来吼，即个做菜食，然后再清气水搁回归鱼池啊，所以这个循环的一个作业吼，变就一个比较较即个做新的想法吼，所以这款物件就是讲，像即摆设备。就是做乌网啊，做主要是要讲，伫即个做夏季
蔬菜较不足的时阵来做这个生产。生活合作农场表示，一般淡季养殖鱼温收成后，因为水质的培分过悬，需要将原本的鱼池水排掉，重新搁抽地下水还是引河水来养殖。但透过改良式将近1公斤大的鱼菜用新专区，会当重复运用水资源减抽地下水，成为循环经济养殖生态上好环境。伫2050嘛是目标，希望当这个净零碳排了吼，而且概念是相符合了吼。啊，当然伫遮嘛，希望嘛期待伫个未来咱这个专区内底，咱新路合作农场，伊有未来嘛要规划来做这个食农交易的产业，啊，甲友善环境的这个交易设施。部长向公所表示，公所透过县府向农业部申请优质营农环境专区计划，由合作农场成立鱼菜共生专区，未来阁会增加观光工场模式场域，请游客亲自共游。创造较侪地方观光的亮点和观光人潮。记者王为你报道。真侪人拢用电疗来复健，小数个医师是拢警告讲，有新的护理人有心率调整器哦，都有用行者的病人，上好是拢唔通使用。嘛表示讲电疗的强度，唔是讲愈强就愈有效，上强哦，恐惊会造成皮肤烧着伤。卢小姐是上班族，工作时阵需要用电脑拍字，电疗肩胛头、阿妈棍酸痛、手麻、手肚痛这问题，所以下班了后有时阵会使用电疗机器来舒缓酸痛。平常使用电脑的话，本来肌肉就会稍微比较僵硬一点，那这样子局部整个刺激下来的话，我觉得整个体验感是很舒服的。不过利用电疗仪器都要细致。小苏表示，福建电疗常常的疗程是金马电刺激器，借电动式金马刺激器来接触体表的电极电流，中和刺激运动神经，让金马收缩，有缓解金马酸痛。中风了的神经金马搁训练，防止金马萎缩加增加筋力，这个效果。不过，医师警告，电疗强度不是愈大愈有效，若是射伤过强，恐惊造成皮肤受伤。也建议唔通买来路不明的电疗仪器。年纪大，皮肤薄，脂肪比较薄，那对于疼痛的这种感觉比较不敏感，所以一般还是建议由专业的医疗人员来去做。未经许可擅自制造贩售的话，会是有一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1000万以下罚金。医师提醒，电疗不是人人拢适用，尤其是有新的护理人，体内有心率调节器样型的患者，可因为电疗发病。另外，皮肤有空脆，或者是身体淡也免使用，则袂去电到，确保在安全的情形之下，有效治疗酸痛部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个80多岁老大人哦，伊真爱爬山，所以伊的正脚的脚头骨的关节受损甲真严重。伊手术换人工的关节哦，刷细菌感染。后来团队是利用一种3D 列印的新技术来为伊治疗。伫手术的第2天哦，伊就当自由活动咯。用助行器行路行甲真济，坐落来了正脚还阁会当春救，完全摆脱手术失败阴影。今年81岁的江阿伯，少年时阵真爱爬山，但是正脚脚头骨关节磨甲萎去。一年前开刀换人工关节了，煞又阁肿又阁痛，服用抗生素也无改善。转院检查了，才发现是细菌感染，一直肿起来，很痛，痛到这个都是很红了，痛到好像快要没有办法走路了，就吃这个抗生素。他说一个疗程要3个月，结果停了1个礼拜。就又开始肿起来，又开始痛了。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平均每年有1.5万人换人工关节，手术了感染大有1%的发生率。医疗团队是以新技术放入去3D 列印活动型骨水泥，取代传统手做活动型骨水泥，让江阿伯先控制感染。因为关节手术了第2天就会当自由活动，因此会当减少关节挛缩、走精，也有肌肉萎缩等问题。后续换人工关节的时阵，也会当有效降低无爽快甲并发症。医生自己手做的活动型骨水泥，但是这个形状不好，那这个稳定度也不好，那所以病人在活动的时候容易脱臼。我们现在做这个3D 列印的骨水泥，它的这个力学，我们在电脑上用3D 列印的技术优化得非常好，并发症大大的减少。
医师提醒，人工的脚头骨关节手术了，若是有疼、肿、有人的状况，治疗了无改善，就可能是感染。若无及时的治疗，会有一直手术挽掉人工关节的问题，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失去关节功能，一定要谨慎。记者台中报道。文化部要提供6亿予公司制作优质的艺术节目，嘛望讲若提供艺术好的影音内容，嘛通带动影视产业的发展。公司要卖伫明年的8月成立一个专门的艺术频道。今仔行政院长陈建仁和文化部长苏德嘛做伙来宣誓启动这个计划。囡仔节目的主角嘛会使讲是陪伴囡仔大汉的头一个好朋友。进前有人会怨叹讲台湾离校节目上少，未来国内儿童台会当搁加一台啊。恭喜儿少奔放前行。文化部透过5条计划投入6亿，希望公司会当制作优质的离校节目。未来公司离校频道成立，政府希望会当顺这个势，带动媒体业对儿童戏剧甲节目的重视，进一步互国内优质的儿童节目会当甲国外相比拼。那我也希望我们未来公视儿少的节目，慢慢的能够跟全世界有很好的接轨，因为孩子的节目。往往你不要听得懂他的语言，也知道他在演什么哈。公共电视的概念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已经是一个跨平台的概念，已经不只是电视频道的概念，它必须是一个产制中心的概念，它必须是跨族群、跨语言的概念。因为有文化部资金的支持，公司3台未来会以跨平台、跨族群、跨语言做核心的理念，转型做儿童台。按算明年8月份正式播出。除了电视频道以外，即摆的囡仔拢看手机甲平板较侪，所以节目也会伫网络平台放送。在节目内容上，不是只有这个华语、台语、客语以及原住民族语。我们还有新加入新著名的语言。因应未来频道的节目规划，公共集团也要向外扩大定案，希望各界想要投入儿童节目的动画制作人才，同齐来拍拼，做出有教育性、娱乐性、好看、阁有料的囡仔节目。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今仔明仔台湾各地头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基隆北海岸阁有淡薄会落淡薄仔雨，过头中南部山区嘛有可能会落阵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华东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